唔知有冇人試過為咗同人做 friend 埋堆，夾硬逼自己做啲平時唔會做嘅嘢？即係人哋話去睇鬼片，明明你唔中意睇嘅，跟住你就會答哦，可以啊。但係一條魚裝四隻腳都唔等於會變成一隻馬。英國心理治療師 Philippa Perry 有句說話：如果我們覺得很難融入一個群體，那是因為你總是試圖表現出自己並不具備的特質。對我哋嚟講，用扭曲自己而得到嘅歸屬感，除咗係假嘅之外，亦都係一種傷害自己嘅模式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好嗌，可能你都會試過有呢個感受。喺一個比較多人嘅 group 入面，可能係5至6個人，或者係7至8個人，個能量會消耗得好快，好快就會覺得個人好攰，但係就要死頂到成個飯局完咗。有個字叫做社交電池。當我1對1同人傾偈嗰時，就完全唔一樣，會一路傾偈就好似叉緊電咁樣，越傾越精神，冇咗嗰種一直內耗嘅感覺。所以真正嘅歸屬感，除咗要將自己放喺適合嘅群體入面，仲要分享自己真實嘅諗法同埋感受。因為我哋講嘅嘢其實係我哋俾其他人嘅 signal，講真心話 signal send 得啱，我哋先會收到適合自己嘅 response，先會識到適合自己嘅朋友。但係如果一開始就 send 錯 signal，咁收到嘅 response 好大機會係錯嘅，或者係唔適合嘅。歸屬感是先屬於你自己，表達真實的自我，講述你的故事，永遠不要為了別人而扭曲自我。